呢一日係可敬者崔良業神父嘅主題日，佢係韓國第2位神父，係聖金大建嘅同門師兄弟。上晝先介紹崔神父嘅背景同生平，原來佢嘅父母都係教友，並且先後為主殉道。我印象最深刻係佢哋展示嘅路線圖，顯示崔神父當年喺澳門修院接受培育之後，點樣攀山涉水，排除萬難，經歷無數次嘅失敗同埋漫長嘅等待，多番嘗試先至能夠返到韓國展開佢嘅福傳工作。下晝就由當地嘅天主教樂隊成員以第一身讀出崔神父當年嘅書信內容，再唱出相應主題嘅歌曲。並且由各組按唔同嘅主題反思崔神父嘅經歷同分享自己嘅得着。我記得當我哋講到崔神父點樣面對逆境，我嘅組員都好坦誠咁分享自己生命中遇到嘅困境。雖然我哋彼此嘅背景同面對嘅困難唔同，但我哋面對逆境所感受到嘅痛苦同沮喪，原來如此相似，從中似乎揾到新嘅力量同勇氣。傍晚我哋夜行，仿效當年崔神父夜間奔走各處，並且喺夜行期間默想佢書信中嘅內容。雖然路途唔算非常艱辛，但係夜間行走能見度低，而且我哋都有組員途中要停低休息。我喺途中反思，今日我哋喺一條建設完善嘅步行徑行一段路都覺得吃力。當年嘅崔神父究竟要懷住幾大嘅信德，先至可以夜間奔走咁多年呢？夜行去到尾聲，我有機會同接待我哋嘅傳教士傾偈，先至知道佢哋部分人原本嘅目標其實係進入北韓，不過一直未能成功。而佢已經嚟咗南韓10幾年，喺呢度佢除咗一般嘅傳教工作，亦都做好多工作，照顧脫離北韓嘅人，包括協助佢哋求學或者就職，適應新嘅生活，又幫助佢哋建立小團體，互相支持。我當時非常感動，覺得當日嘅崔神父同今日向我哋介紹佢生平嘅傳教士一樣，面對好多嘅困難，不斷嘗試、失敗、等待、再嘗試，即使眼前好似毫無希望，但係佢哋仍然盡力做好眼前嘅工作。冥冥中，仿似見到天主嘅計劃，在我們眼中奇妙莫測。